咪走啦，又想買啲咩靚嘢啊？係冇打注意啊！等陣成件攞走，分享啦，我都聞到啲陳皮味啦。攞俾你，俾你幾條，唔俾你攞多㗎。呢個10年陳皮絲，我鉗鉗聲方便自己沖水同煮餸啊！你自己買。 10年陳皮1斤幾千蚊，冇錢喎，都係用你㗎啦。喂，夠咯喎！呢個陳皮絲唔貴㗎，用嘅陳皮都係我自己團嘅。雖然係新會天馬老樹圈之果啊，自然陳放10年㗎，但係主要用咧喺翻曬過程中選好個斷皮嚟做嘅，所以先俾大家咁實惠嘅價錢。主打嘅就係性價比，整陳皮絲仲方便啊！沖水、做餸、煲湯、煲粥，掉幾條落去，真香下火啊！提升成個菜嘅味道層次。用幾多落幾多，用量方面掌握，煙酒多，鉗聲，直接浸水飲都好方便啊！湯色咧金金黃黃，飲一啖清潤回甘，陳皮嘅清香成個口腔裏邊回蕩啊，真係好舒服。做陳皮呢件事咧，樂哥一直對自己都好高要求㗎，用料堅先係寶，落肚嘅嘢最緊要係安心放心啊！啲外地皮同工藝皮，俾人揾笨係小事，飲起身會唔會出問題？呢個大事啦！樂哥3寶紮陳皮果都好受歡迎，今年嘅陳皮月餅。 中秋前半個月已經斷晒貨啦！你可以相信大部分人嘅認可同選擇。呢個福利款10年陳皮絲，雖然價格唔貴，但係斷皮都係數量有限㗎噃，隨時都會斷貨啊！大家想平啲睇唔到堅嘅10年陳皮，放心衝啦！